Day 22慶祝與完成加全程終極慶典。恭喜你行到最後一日，第22日嘅主題只有一個，就係慶祝與完成。我邀請你真真正正為自己舉辦一個豐盛完成慶典。你可以選擇唔同嘅慶祝方式。而家我會講一啲嘅例子，譬如第一種美國享受，有啲乜嘢餐飲體驗讓你覺得奢侈嘅呢？譬如話你 treat 自己一支嘅靚嘅紅酒啦，或者一杯靚嘅酒，或者 champagne， 又或者咧，你係可以去享受一頓奢侈嘅早餐、午餐、high tea 或者晚餐。再簡單啲，你可以買一件你感覺有啲奢侈嘅蛋糕俾自己。當你去享用呢一個餐飲體驗嘅時候，記住你係值得世間嘅美好，你係配得奢侈嘅。第二種感官慶祝，你可以做個 SPA 或者泡泡浴，點一支香薰蠟燭，播一首讓自己感覺高貴擴張嘅音樂，讓香薰同旋律喺呢個空氣中回盪，俾你回顧呢22日嘅點滴。第三種儀式慶祝，你可以將 Day 21嘅身份宣告，用一張靚嘅紙，一支靚嘅筆，然後想象自己好似買一個新嘅單位，或者買幾個新嘅單位啦，又或者好似買新車咁，莊重咁喺佢嘅右下角簽名，然後可以裱起呢一張紙或者過膠啦，放喺一個你時常見到嘅地方。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儀式，或者全部以上我講過嘅儀式去慶祝嘅。做呢一切慶祝嘅時候，你嘅核心係一句說話，同自己講：我見證我嘅新身份，我慶祝我嘅新身份，我已經係我新身份。讓呢個完成新身份嘅飽滿感、成就感深深咁滲透你每個細胞。記住，潛意識佢最容易吸收係感覺同情緒，所以你唔係好趕咁做咗呢啲嘢，唔需要。你係需要一個醞釀，然後慢慢好仔細全程投入去完成呢個儀式，讓當中嘅感覺充滿你，因為呢種享受慶祝完成美好嘅感覺，就係未來吸引更多豐盛嘅終極磁石。我好開心，亦都為你感恩，你讓我與你同行呢22日。記住，你唔係變好咗，你只係返屋企，返去嗰個本自具足嘅你。我為你慶祝，亦都祝福你。我係 Miss Carrie，期待我哋喺唔同嘅旅程裏面，未來再相遇。